大家好，又係我嗱嗱臨啊！我係一位白宮嘅八卦秘書仔。哇，今個月我將會非常忙碌喎。老細特離譜俾我嘅行程表係6月11號世界盃開幕，6月14號伊朗國家隊會從墨西哥進入美國境內比賽。喺同一日，老細將會宣布同伊朗嘅停火諒解備忘錄，簡稱 MOU， 意思係有條毛啊！嗱，再喺同一晚喺白宮南草坪開打 UFC 格鬥拳擊賽，血噴南草坪。咁大家揼完之後，老細就要即刻上飛機咯噃，要喺第二日6月15號準時出現喺法國出席年度嘅 G7 會議，然後再喺6月19號慶祝自己嘅生日。壽星公會喺同日正式簽署停火協議，以吹生日蠟燭為停火儀式。老細，呢個行程比10項鐵人賽仲攰啊！我只係一個秘書仔，平時幫你接下電話啫嘛。而且我一早預定咗喺6月21號去佛山疊嶠睇龍舟漂移比賽啊！我睇啲猛男爬龍舟好過睇你啲咩嘢拳擊賽啦。哼！特離譜話我放假之前佢仲有好多嘢俾我做嘅，佢決定臨時加咗一隊白宮員工拳擊隊嚟增加比賽氣氛，仲有我被選中咗為正選啊！吓？我係超輕量級嘅啫噃，應該係坐冷板凳嗰類啩。咁你嗰啲內閣猛男呢？哼！特離譜話曼斯要準備飛去瑞士同伊朗和談，而克格塞斯就要處理霍爾木茲海峽一時開一時唔開嘅事情。佢到而家都唔知道點解會輸咗場仗，佢分分鐘都仲未知道霍爾木茲海峽喺邊度啊！咁又點會搞得清楚拳賽嘅規則呢？而嗰個努比奧係拉美裔，佢個心一早已經飛咗去世界盃啦。只有我呢個秘書仔日日無所事事，仲話要放假添，所以就由我代表白宮員工隊出戰。如果做唔成嘅話，就咪使旨意去佛山啊！唉，咁我咪唯有去做一啲拳擊嘅特訓咯。點知道我喺去武館嘅途中，我就被一眾華府嘅百姓埋伏啊，掟我雞蛋同埋番茄。喂，唔好掟，唔好掟！我唔係佛山葉問啊，我雙拳難敵蛋同茄。啲民眾好憤怒喺度問，點解呢個拳賽耗資超過6000萬美元？呢啲錢係從邊度嚟噶？吓？我唔知道要咁多錢噶噃，6000萬打場拳賽？我都想揼返我老細啊！嗱，一個由一班律師同埋政客組成嘅組織叫做公共誠信計劃，已經提出起訴，認為呢個賽事係濫用咗公共財產。雖然主辦方 UFC 話會承擔晒所有嘅費用，但喺南草坪搭一個類似神功戲嘅棚，仲只係用1晚啫噃。在場有4000名觀眾，喺外圍有12萬名觀眾，需要大量嘅保安同埋人力物力去維持公共秩序，為咗乜嘢先？咁究竟拳賽係咪用嚟慶祝特離譜嘅生日啊？如果同佢大壽無關，咁同慶祝美國建國250週年有乜嘢關係啊？咁睇住兩個人互相揼到口腫面腫就可以慶祝國慶啊？而且民調亦顯示只有16% 嘅民眾支持拳賽，根本對國家同埋人民毫無幫助，簡直荒唐啊！哎呀，弊家伙啦！我俾越嚟越多嘅民眾圍住我啊！我書包入面有一樣同黃飛鴻使用嘅同款武器，就係一把遮。我打開把縮骨遮，擋住民眾啲怒氣，仲有雞蛋同埋番茄一支箭咁跑咗啊！哎呀，死啦！我身上都整到污糟晒噃。我跑下，前面咪就係聞名嘅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倒影池。如果我借嚟洗下隻手仔，都唔算係好過分啫。咁我行近一睇，點解成個水池都變咗係綠色噶？有毒噶？之前老細明明係變成咗藍色嘅噃，唔通我眼花？
我咪再踎低身想睇清下啲池水咯。點知道即刻有一班國民警衛軍揸住啲衝鋒槍衝過嚟啊！救命啊！我把遮擋唔到子彈噶噃。我係想洗下隻手咋。嗱，原來老細喺華盛頓啟動咗一系列嘅改造項目，俾咗承包商150萬美元，抽乾咗紀念堂610公尺長嘅倒影池，仲重新變成咗美國國旗嘅藍色池水。喺6月11號，工程完咗冇耐，塗層就開始剝落，藻類滋生，池水變成咗渾濁嘅綠色。而家仲要用返納稅人1500萬美元去維修，足足多咗10倍嘅價錢嚟補鑊啊！民眾都覺得呢個係極度荒唐黐線嘅。林肯就坐喺紀念館入邊，日夜睇住個倒影池，有冇報夢俾特尼普聽？究竟係承包商偷工減料，定係受到咗反對派嘅破壞呢？無啦啦，你搞呢個水池，搞亂全球做乜鬼？嗱，特尼普梗係認為水池係受到刻意破壞，可能有人喺晚黑偷偷摸摸咁倒咗一啲綠醋液，再加埋一啲海帶啊、紫菜類嘅嘢抌落去咯，賀佢大壽啊！咁啲水變混濁咗啦，特尼普冇辦法睇清自己嘅真面目，仲有嗰啲荒唐嘅所作所為，為世界帶嚟嘅動盪同埋混亂。特尼普亦唔明白，有冇人破壞都好，水池越淺，水就越熱。當陽光長期直曬，就有利於綠藻生長。除非你日日揾國民警衛軍當係浴缸咁擦個水池啦。董王同佢嘅團隊都缺乏好多常識，以為搞伊朗就好似搞水池一樣咁簡單，結果都係要付出10倍嘅代價補鑊啊！咁老細以為自己眉清目秀，好憤怒咁發帖文，話如果破壞者被捉到嘅話，將會被判處10年監禁。我們將嚴格執行這一判決。而前奧運皮艇運動員 David Hearn 仲真係俾人捉咗喎，呢次你真㗎吓？可能佢想喺水池嗰度爬艇慶祝國慶呢？哎呀，但我就真係俾人冤枉㗎！啲水池咁污糟，我點會喺度洗隻手仔啊？其實我都係想嚟呢度捉犯㗎，但係而家我要返去白宮嗰度匯報啊！拜！我即刻跑返去白宮同老細講：第一，我冇破壞你嘅水池啊；第二，我要退出白宮員工拳擊隊啊，因為所有參加拳賽嘅都係男人，已經被媒體攻擊你係性別歧視啊！我贏唔到㗎。哼！特尼普話我永遠都喺度嘥佢米飯錢啊，話即刻派另外一個任務俾我，就係要破壞波斯隊，等佢哋唔可以順利比賽。吓，老細，你都要喺生日當日簽停火協議網上電子版啦，你仲要我去搞人哋做乜鬼啊？哼！特尼普話佢喺人間反覆無常80年啊，而且停唔停火都好，亦唔等於佢可以接受伊朗喺美國嘅土地捧起大力神杯㗎嘛。佢叫我阻止波斯奪杯嘅一切可能性。嗱，為咗安全起見，波斯要喺墨西哥受訓，美爹亦刁難球員同埋後勤嘅入境簽證，喺最後一刻先放行球員同埋某部分嘅工作人員。唔可以去嘅就喺墨西哥嘅酒店大廳睇大電視咯。而獲得簽證嘅人員亦只係每當波斯喺美國有比賽嘅時候，只可以停留喺賽前嘅一晚，第二日一踢完波就要即刻離境。呢種舟車勞頓，唔使我去搞佢哋都好難捱啦。OK， 我都係接受咗個任務㗎嘛，咁我要偷偷地去到墨西哥嘅邊境城市鐵灣啊，潛伏喺波斯國家隊住嘅酒店附近。我打電話俾特尼普報告，現場有唔少墨西哥人喺酒店門前支持波斯隊喎。睇嚟全世界普遍都對波斯同情，認為佢哋無啦啦承受咗美爹嘅無理戰火啊！喂，
特尼普話呢啲唔係無理啊，係叫做有理冇理先發動攻擊先算啊！佢仲叫我攞啲仙人掌掟佢哋啊！吓，佢哋個個都身高6尺幾個噃，咁我試下啦吓。於是我從鐵絲網嗰度輕輕一拋，哎呀，掟中咗波斯個守門員啊！點知道佢輕鬆一接，仲好刻意咁大聲講，佢哋波斯國家隊自從2月28號開戰之後，就被禁止參與所有嘅國際賽事，冇機會練兵。而家啱晒啦，有人掟仙人掌，佢可以練習手感啊！哎呀，我又要報告俾老細聽啊！我哋嘅戰術又係偷雞唔到蝕渣米啊！佢哋當我哋係練兵啊！佢哋一早就知道美爹會有一日喐手，於是佢哋好井然有序咁反擊，逼和咗美爹啊！特尼普叫我即刻改變策略，追蹤佢哋嚟美國洛杉磯比賽。OK， 咁我即刻跳上咗邊境巴士，大概坐咗2個半鐘頭左右啦，就到咗 LA 啦。點知道我又要向老細報告啊！我認錯咗國旗，追錯咗巴士，追甩咗佢哋啊！我而家好攰好餓啊！我可唔可以用公數買返幾個 taco 填下肚咁啊？嗱，當伊朗隊離開美國洛杉磯嘅時候，佢哋留低咗手寫嘅英文小紙條喺 locker 房嗰度。我哋懷住驕傲嚟到呢度，帶住榮譽參賽，帶住尊嚴離開。願和平、尊重同埋友誼喺各國之間盛行。洛杉磯有伊朗以外最大嘅波斯族群體，大概60萬人左右。佢哋多數都係喺1979年波斯大革命之後嚟到美國嘅人，因為嗰場大革命係推翻咗親西嘅波斯巴勒維王朝，改而走向咗宗教最高精神領袖嘅制度。所以喺美國睇比賽嘅波斯人粉絲，有啲攞住嘅國旗係1979年之前巴勒維王朝時代嘅，中間係有個黃色獅子攞住把彎刀，後邊有個太陽嗰款。而家政府官方嘅旗係1979年之後，中間係有4個半月同埋1把劍。於是呢2個旗幟喺世界盃場外場內互相懟嚟懟去。而我哋要注意嘅一點就係，從2700年前就有猶太人居住喺波斯嘅歷史記錄，所以喺美國嘅波斯後裔亦有相當一部分係波斯猶太人嚟㗎，因為巴勒維王朝就係親西親魷魚佬㗎，咁大家明白啦。唉，講真啦，嗰啲攞住前朝國旗嘅人真係好姣啊，因為係自作多情啊。而家波斯喺戰場上逼和美爹，更加唔可能返去巴勒維時代。就如你而家去全球嘅唐人街，喺過去20幾年，多數都改掛咗5星紅旗，青天白日旗係掛少見少啦。而去到一啲外國嘅越南埠，甚至仲掛住1975年前南越嘅3線旗。但係無論越南嘅南越，或者係廣東嘅南越王，都唔可能坐時光機返嚟㗎啦。改朝換代係人類歷史千萬年嚟必經嘅階段，大家接受現實啦。好啦，喺世界盃入邊，大部分嘅小組賽都好似係基督教派國家對戰伊斯蘭教國家。就算非洲嘅塞內加爾、象牙海岸嗰啲講法文嘅，其實都係穆斯林國家嚟嘅。二次世界盃嘅火藥味真係好唔一般啊吓！咁我放假之前仲係要陪老細去法國參加 G7啊！咁呢度都有火藥味喎。老細一嚟到就同2個女人起咗爭執啊，差啲要互毆法國紅酒樽啊！話說美爹曾經要求 FIFA 取消波斯嘅資格，由意大利代替。而曾經係4屆世界盃冠軍嘅意大利，風光一去不復返，已經連續3屆12年無緣世界盃啦。但係梅諾尼話：你踢個波俾我，唔等於我要接㗎嘛？你叫我去執二攤，咪即係侮辱我哋意大利？
而且佢有公開譴責過美爹同埋魷魚佬向波斯發動戰爭，亦唔俾佢哋用意大利嘅機場起飛降落去轟炸波斯。咁大家都知道老細特尼普係小氣噶嘛，咁樣就種下咗禍根啊！老細去到 G7 話梅洛尼係乞求同佢影張相喎，於是梅洛尼咪一個勁射踢翻個波俾特尼普咯。話老娘我和意大利絕對唔乞求噶。嗱，至於另外一個女人，梗係佳氏早苗啦。任何日本首相每次出席呢啲全鬼佬嘅會議，永遠都好似個陪襯咁。今次佳氏早苗就被影到獨自喺張凳嗰度轉嚟轉去，特尼普見到佢轉到心都煩埋啊！於是咪再次揶揄日本曾經偷襲過珍珠港，我永遠記得噶。佳氏早苗反而覺得有啲委屈喎，呢班歐洲佬歐洲婆唔支持你去打波斯，亦唔俾你用佢哋嘅機場，但係我佳氏早苗支持啊嘛。特尼普心諗使鬼你支持咩？你個機場距離波斯咁鬼死遠。唉，雖然我都想將嗰隻佳氏早苗連人帶凳咁轉落嗰條塞納河，但係我都要緊守工作崗位噶嘛。今次我係要負責攬緊嗰份暗毛停火備忘錄。老細突然間抽起條筋，話要喺法國凡爾賽宮入邊簽喎，只有呢度嘅金碧輝煌先可以襯得起佢高貴嘅身份。我啱啱仲同馬克龍周圍咁揾咗部打印機出嚟啊，幾咁狼狽啊！仲有啊，喺法國簽署嘅條約係冇法文噶。但喺依處簽好似有啲唔老禮咁噃。嗱，喺1919年6月28號，德國就喺凡爾賽宮入邊簽咗一戰嘅投降書。德國割讓咗約10% 嘅領土，德國亦要承擔晒戰爭所有嘅損失同埋破壞嘅全部責任，高達1320億馬克，大概係今日嘅7600億美元。呢次嘅天價賠償亦引申到德國再喺二戰入邊盡地一鋪，如果贏咗啦，咪唔使還錢咯。咁之後梗係輸咗啦。而今次由波斯要求返美爹賠償啊！咦，特尼普話賠佢條命啊！佢肯承認打和已經仁至義盡啦。仲有佢夠知道依樹唔老禮啦，但係成個法國只有依度先有冷氣啊嘛，出邊有過千人熱死咗啦。歐洲民眾應該起義啊！點解民主唔包括享受冷氣嘅權利㗎？仲叫自己乜鬼 G7 工業發達國，都冇冷氣嘅。中美之所以叫做大國，係因為有冷氣啊！嗱，特尼普仲話同波斯呢份 MOU 只係一份臨時性嘅14點文件，並非正式嘅和平條約。簽完之後，雙方又再進入為期60日嘅談判期，不斷咁進入多次嘅60日，重重複複。佢隨時反口又再發動戰爭都唔遲㗎。OK， 老細，咁既然你都簽咗啦，就當呢份 MOU 係你俾自己最好嘅生日禮物啦。而且你喺呢場戰爭簡直贏到冇朋友啊！ G7 唔幫你出征，教宗仲鬧你，但你依然單槍匹馬面對自己挖個氹。老細，你喺我心目中已經贏咗啦！ Happy birthday！ 特尼普嘟下個嘴仔，話自己企喺法國凡爾賽宮入邊，覺得歐洲之王拿破崙就喺佢身邊加持啊！佢而家好有皇帝 feel 啊！我心諗老細應該唔知道，拿破崙喺1815年6月份滑鐵盧失利之後，就要流亡到某個英國小島啊！當年都係發生喺6月份嘅噃，我都係唔講出嚟啦，費事掃老細興啦。嗱，特尼普覺得自己就係在世拿破崙，美國呢250年嚟，佢係最偉大嘅總統。
佢話趁而家有部打印機，叫我寫返份新聞稿，美國250年來如何偉大。到咗2026年，佢特離普又如何帶領美國走向新嘅高度？哦，美國的確喺過去250年有其輝煌之處，但我心諗老細有乜嘢豐功偉績啊？好似係老細帶住美國走下坡喎。2026年係美國喺過去250年嚟歷史性最高油價、最高物價、最高通脹、最高小費、最高嘅國債，仲打咗一場跌咗最多戰機嘅仗啊！哇，你叫我點寫啊？哦，不過我就算亂寫，佢都唔知道㗎啦。OK，我開始打字啦吓。嗱，美國嘅政治、戰爭、奴隸制、種族隔離、趕盡殺絕咗原住民之類嘅嘢，我哋暫時通通都先撇開。我哋嚟睇一下，美國的確現代化咗人類嘅生活，呢個係功不可沒嘅。甚至可以講，過去100年係美國嘅世界。例如愛迪生發明咗電燈膽、留聲機等等，萊特兄弟發明咗現代飛機，福特汽車首創咗流水線作業，貨櫃箱嘅發明，可口可樂、麥當勞、星巴克、牛仔褲、迪士尼、爵士樂、hip hop、Michael Jackson、Michael Jordan、荷里活電影文化、蘋果手機 touchscreen 手機、首例嘅試管嬰兒、GPS 開放俾民用等等，仲有我哋而家正喺度使用緊嘅網絡同埋電腦，呢啲科技、教育、流行文化都係美國為世界帶嚟嘅便利。而呢250年嚟，唔同嘅種族嚟到呢片土地，亦經過咗多場嘅民權運動洗禮。例如有流芳百世嘅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，亦有西方鍾意解放人哋嘅情意結，變成咗今日美國百姓對民主自由嘅理解。但無論有幾多場大型嘅遊行，反乜嘢國王啊、反戰啊、反高價、反乜嘢都好，政府只係俾咗你遊行同埋發洩嘅權利，但係政府保留咗唔改嘅權利啊！你咪遊行咯，佢有佢唔改啊，最後都係得個吉。以前嘅美國夢係希望人人都有洋樓養番狗，但2026年嘅數據，美國富裕階層同埋中低收入者之間嘅經濟差距係日益擴大啊！仲有因為關稅同埋 AI 嘅衝擊，小型企業面臨更大嘅困境。仲有川建國同埋拜振華嘅戰略錯誤，令到美元嘅重要性減低咗好多。鍾意玩小圈子，又同時得罪咗盟友。建國甚至玩殘咗國家嘅信用，國債更係前所未有咁高啊！原本獨有嘅科技同埋軍事優勢，亦被中國追趕到氣咳。美國人面對自己國家前途未卜，美國人甚至都冇乜點睇世界盃嘅，冇乜嘢話慶祝國慶睇埋世界盃嘅氣氛啊！呢個就係美國嘅250週年慶典啦。唉，老細咪啱啱講咗嘅，話要講佢一啲喺2026年嘅好嘢啊！嗱，我講㗎啦。OK， 第一，特離普贏得咗預言家嘅稱號啊！一開始佢預計係打4至5個禮拜㗎嘛，就可以結束戰爭，仲唔係諸葛普？你哋咪鬼理啦！佢只不過係估唔到係自己先要求停戰啫嘛。但喺時間長度方面，佢冇估錯噃。所以當下次特離普自己出一個時間表，各位就準備相應時間嘅彈藥啦。因為呢個都係佢可以忍受嘅時間，長咗佢就覺得悶，唔玩㗎啦。第二，特離普贏返霍爾木茲海峽嘅暫時重新開放權啊！但係原本呢個海峽係暢通無阻㗎嘛，夾硬整冧咗全球能源嘅供應鏈，就等於你原本個樣係 OK 嘅，但係你無啦啦話要去整容，跟住整甩咗個鼻。但係你話自己仲靚咗啊，咁樣仲有得輸咩 ？No way！ 第三，美爹贏得咗多次同波斯嘅談判機會。之前波斯成日都話我唔同你傾㗎，
你要打咪繼續打咯。但係特尼普係地產商啊嘛，佢好鍾意 call 個客㗎，叫你出嚟睇下個樓盤啦，我哋傾下啦。特尼普係偏偏鍾意談判啊！終於喺特尼普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咁發帖文，又嗌又西又鬧之下，波斯終於肯談判啦。美爹喺半個世紀以嚟對波斯都係銅牆鐵壁，全球制裁圍到樣樣齊。不過特尼普喺呢埲鐵牆自己打咗個窿，令到波斯捱咗半個世紀之後，再次可以使用美元交易。嗱，第四，美爹贏得咗未來嘅戰爭啊，因為都唔使再打啦，冇得輸咪贏咗咯。嗱，大家都話美爹嘅終極目標係中國，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咗，咪冇能源咯。中國應該係最傷㗎，煮嘢食仲有鑊氣嘅咩？唔該你哋全民騎返單車啦。點知道而家中國依然日日有火鍋食，中國人亦全民買電動車。喺過去嘅5月份，中國首次錄得前10名嘅新車銷售量都係電動車啊！所以而家幾乎每一份嘅中美大戰報告都唔係咁樂觀㗎。喺1948年就成立嘅著名華盛頓智庫蘭德公司，最近有一場假想中美喺太平洋大戰嘅沙盤推演，算出咗美爹戰艦喺基地維修設施將不堪重負，亦缺乏足夠嘅零件，仲有唔可以依賴盟友嚟幫手整船啊！就算有盟友想幫手，亦可能驚被中國報復而拒絕幫手。所有情況將會係兩頭唔到岸啊！嗱，菲律賓就唔怕報復，一定肯嚟幫手㗎。但係最衰菲律賓唔識修復美爹嘅戰艦呢，仲有可能要數個星期，美爹嘅戰艦先可以返去美國母港嗰度修理，而中國戰艦將會喺距離好近嘅大型母港維修，而且工業維修能力亦明顯更強。嗱，老細，我寫完你喺2026年大戰嘅4大贏點啊，你睇下鍾唔鍾意？哇，特尼普一睇，話寫還寫啊嘛，點解要加埋後邊嗰一段啊？話乜嘢美爹嘅修復船隻能力唔夠中國啊？然後用文件敲我嘅頭啊！特尼普話而家以美爹為首，聯合30個國家喺印太舉行嘅海軍軍演勇敢之盾2026啊！而另外美爹仲會同日本舉行堅定之龍嘅聯合軍演，震懾力十足。老細係幾有威力嘅，但係啲軍演都冇演練點樣去修理船隻喎。嘿，特尼普話美國建國250週年，佢董王本身就係美國最好嘅禮物，乜嘢都可以迎刃而解嘅。美國改變咗世界，董王改變咗美國，佢就係美國國力嘅轉捩點。喺美國300年、500年之後，亦會討論佢特尼普嘅，佢嘅所作所為一定喺歷史留下一席位。特尼普仲要我吹夠250支蠟燭先俾我去放假。哇！點知道喺法國熱到連凡爾賽宮嘅冷氣都壞咗啊！馬克龍叫我哋咪鬼再吹蠟燭啦，咁鬼死熱，拋我哋走啊！法國全民而家急訂多批中國嘅海爾同埋美的嘅冷氣啊！哎呀，老細，我哋快啲逃離法國，快啲去機場啦！你返去美國，我就去佛山，中美先有冷氣啊！我哋遲一啲先再會啊！好啦，今日又講到差唔多，我哋下次再傾啊！拜拜。